国民党党主席特别改选哦，已经有真侪人表态要参选。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嘛强调讲，伊个的苹果若发到选赢哦，伊才会参选。嘛，佮传出讲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嘛想要参选，也毋过哦，伊捌互开除党籍，恐惊是无资格。鲍坤基今仔嘛强调讲，伊目前是无拍算哦，也毋过有真侪人拢鼓励伊参选，即几天伊会好好思考。 有意愿参选国民党主席的前台北市长郝龙斌，虽然还未正式宣布参选，不过面对互人质疑可能不利南北整合，12上公布搁再为南北合加温，讲有真侪民众党的人对伊释出善意，啊，不过伊嘛表态，只有把握会赢才会参选，讲若当选未兼任地考党市长。民众党的公职人员，包括地方的主委，包括议员，甚至包括立法委员。 都对我释出善意。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传出有意愿选党主席，不过2009年捌因为脱党参选花莲县长，和当时担任党主席的马英九开除党籍，恐惊无度得到参选资格。鲍坤基讲也无想要参选，啊，不过这几天会好好思考。我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这个想法，但是呢，有很多的朋友来劝进，以这个立法院党团呐，这个是首要的任务，让子弹飞吧。 啊，若要变党主席的国民党立委罗志强选择搁出册，要为党内装资金。另外一个坚持选到底的陈立文是继续清疫之路，去拜会前行政院长陈冲。我还没有当主席，事实上我就已经用尽一切的力量，来去为党，为我的同志来分担粮草的压力。 未来总统的提名在党内不能够私相授受，在蓝白合也是一样，要有一个公平的机制，才能够心服口服。国民党主席改选有意愿的人真侪，15至19会开始领票登记，10月18就会进行投票。记者采访报道。